年3月5號夜晚煮呢個番茄蛋肉碎飯。其實肉碎使唔使洗嘅？我攞個細洗完嘅，再傾過啲水醃。變翻個軟球體。我都係用豆粉、豉油、湯撈咗先，跟住雪住去醃1-2個鐘。3粒已經好多啦，夠啦，撈翻啦先。同埋另外4粒撈翻廚餘。我準備晒肉、蛋、廚餘。買翻嚟嗰陣時好似冇咁多啊，冇洗完會索嗰啲水單咗，加咗水、蠔油、湯、黑椒粒，燜下先。好似要燜幾耐先腍，仲未腍啲番茄。加咗池水，又係呢嚿腍啲番茄煮落汁，篤啲番茄腍啦，咁啊加蛋，撈嗰陣就熄火膠啲。加埋葱，加啲。頭先唔記得加芝士粉，而家加翻。加碗肉碎14個幾細細盒，8支，即係11蚊多。有冇味？夠唔夠味？唔夠鹹。唔夠鹹。我已經攞蠔油2個圈嘅咯。不過番茄都酸味。番茄喺街市買嘅，喺個街鋪嗰邊條街市。街鋪冇番茄咩？街鋪啲番茄好大粒，咁我喺出邊嗰檔一袋有4粒，不過細細粒嘅，就8蚊2袋，即係1蚊1粒啫，仲平過前大媽。前大媽2粒要10幾。